你来學習一下自己常用嘅對話。首先，你要申請國庫才做得改，這要申請過後才可以改。這要申請，你要申請，你要申請過戶國庫才可以才做得。變更呢，就是改。我現在整句哦，你要申請國庫才做得改，你要申請國庫才做得改。下一句，下日期嘅電費單就是你嘅名額。下一期的電費單就是您的名字。下一期的下日期嘅電費單就是您的名字，你嘅名額。來整句哦，下日期嘅電費單就是你嘅名額。下日期嘅電費單就是你嘅名額。下日期樓梯順行有性別友善廁所，樓梯旁有性別友善廁所。樓梯旁，樓梯順行，有沒有的有呢？有，性別友善，廁所，偏熟，整句哦。樓梯順行有性別友善廁所，樓梯順行有性別友善廁所。下一句哦，誰來了誰沒了全走得用，男生女生都可以用。男生呢，誰來了，女生誰沒了。這個國語的都有很多講法，這裡我們用圈，要跟着念哦。接下來呢，可以用走得用，整句哦。誰來了誰沒了全走得用，誰來了誰沒了全走得用。好，你了隻單元就上到兩篇。